我一个礼拜大概来2次，对，比较喜欢来卖场买，因为标示比较清楚，然后包装上面也比较干净。蛮习惯来卖场买牛肉的啦，就美国牛肉，大概是1个月1、2次吧。我们在标示上面，我们会特别注意，希望让消费者很清楚可以辨识猪肉商品的这个来源产地。那包含在熟食区所使用的猪肉，我们都有上面做这个产地的一个标示，所以消费者他在选购的时候，可以根据他个人的喜好，那很清楚的去辨别。我一般都会看 CAS 标章跟字号，然后还有生产的日期。针对产地也是啊，就是以台湾的为主啊。对，那如果现在目前看国外的来讲的话，是只有知道产地，资讯比较少。对，我希望它可以标示产地标示，知道台湾猪是台湾猪，美国猪是美国猪这样。只要是外国进口的，都一定要清楚的标示它的产地。真的没有办法争取到零检出的时候，所有的它的那个检出量也都要很清楚的标示，让所有的民众知道说他是不是想要购买这样的东西。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怡婷。中央宣布将开放美猪进口及放宽对美牛进口的条件，许多消费者对于标章是否标示清楚有着不少疑虑，担心自己没有办法清楚得知未来所购买的肉品是来自于哪个国家及产地。台南市政府为降低民众疑虑并把关食品安全，宣布将来美猪进口后，卖场及百货公司应设置国产肉品专区，并清楚地标示产地及贴国产猪肉标章，把关消费者食的安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今天早上来这个大卖场来看一下这个猪肉，现在这些做的，因为含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美国猪肉还没有进来，但是不含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已经早就进来台湾了，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干脆把国产的跟进口的猪肉给分流。那未来进口的猪肉里面就有可能是有含莱克多巴胺的，那国产猪肉本身就没有，因此我们借着这个分流的方式，也让国人习惯多消费本国猪肉。因此特别今天来看本国猪肉专区，那也感谢业者的一个帮忙跟配合，来帮忙国人为食安把关，那能够让消费者都能挑选到最好的台湾国产猪肉。所以我们先来超前部署来做一个市场。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10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美国猪肉明年将要开放进口，为了确保学生的营养午餐是使用国产的猪肉，市场上午前拢视察学校午餐的供应厂商，了解因的作业流程。同时嘛，见证业者签署使用国产猪肉的宣言，希望都是肉品源头管理，让学生伫学校也当食了安心。应用明年美国300种猪肉进口，市府超前部署，率先规划国产猪肉标章，予产业者申请，予民众食了安心。每天早日更是来到安南区的团线工厂视察，同时嘛要见证团线业者签署使用国产猪肉的宣言。当见证人。美国猪肉，尤其是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在明年1月1日可能就要来袭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做好准备是应该的。现在，不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猪已经进入台湾市场，但是市场接受度很低。那在将来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猪，我相信市场接受度一定更低，而且也会把不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猪算在内。因此，对于这个美国猪肉，我相信在台南应该是市场非常非常低，近乎于没市场。但是我们今天来主要是还是要跟这个团膳业者、便当业者来这个跟他们讨论，也希望说他们虽然市场接受度低但是也尽量不要使用。那他们也都同意，也都支持政府的这个政策。
事实上，他们也告诉我们，他们以前都没有在用，那未来更不可能用。会中团膳业者嘛指出，过去政府推行4种1Q，无论是食材或者是肉类，拢有相关的补助。总统府这次开放美国猪肉进口，嘛希望中央会当弥补业者在成本上的价差。我们总统蔡英文他宣布要那个开放美猪美牛进口之后，然后教育部以一纸公文。然后马上宣布全国校园午餐全面，而不是应优先哦，是全面采用国产的在地的生鲜那个猪肉。在105学年度的时候，我们因应蔡总统的13.5完政策，我们来推动了这个4张1Q。那时候我们是采奖励的方式，而政府也有给予一些奖励金的一些补助。弥补我们团膳业者的一些成本上的一些差价。那今天既然是应全面使用的话，这个部分我们也必须想说在这个增加的额外的成本，我们是不是建请中央政府也给予我们的一些，让我们团膳业者也可以多有一些补助这样子。对着业者的诉求，吴伟特表示会替因向中央反映。使用国产猪肉。是不是造成了成本的增加？是不是会增加有一些部分？因为我们对猪农都有补助了嘛，那你猪农补助，这个对于这个我们团膳业者是不是要再进一步补助？我们来跟中央反映。台南市这次总共有20多间团膳以及便当业者共同签署宣言，表达营养午餐会使用国产的猪肉，确保学生以及民众食的健康。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代理美国百年家电空气清净机的大成事业，抱着企业经营兼做公益的精神，因为议员蔡洪全甲这个国小前校长的牵线，特别捐赠2台西定式空气清净机，予这个国小副社幼儿园，由教育局的参议林古达、蔡议员甲家长会共同见证。这届捐赠予德国国小的空气清净机是大成实业所代理的美国品牌，属于4定式的空气清净机，拄好安装伫个幼儿园教室的天花板，不但袂造成孩童伫个活动的时去互电线来绊倒，而且佫具有省电、环保、低噪音，会用个有效来过滤 PM2.5等有害的物质。在地的企业，优质的企业。能够有社会责任，然后回馈母校，然后担负这个社会责任。那也希望借由这个样的动作来抛砖引玉，尤其是正值我们台湾这次防疫非常的好。那防疫好，我们还要更好，就是我们要让空气品质，尤其是学生孩子们的空气品质，让它变得更优。那让他们能够在安全的环境、空气品质好的环境能够成长茁壮。这是我们的理想跟愿望。那所以装了这个空气清净机之后，让我们心里就更放心了哈。这台大净空的最主要就是改善 PM2.5，还有那个现在最流行的病毒啊、细菌啊，还有一些杂物、废弃物，它都透过大净空呢，过滤以后，我们那个幼儿园呢，空气会更品质更好，能让他们身体更健康。师生也健康，更有活力。我相信呢，家长也放心。我希望我能呢为德华国小，因为我儿子是德华国小的校友，刚好有那个陈校长，引进那个刘校长，才凑成这个美事。德国国小校长刘玉成也特别感谢捐赠单位，伫个学生开学以后，就送予学校这么实用的大礼。开学之后，学校所面临最重要的议题，大概就是在防疫跟空污方面的一个议题哈。那特别是幼儿园这样密闭的空间，那我们发现呢，何董呢很热心哈，他真的是经营企业不忘公益哈。然后他所提供公司所代理的这个吸顶式的空气清净机哈，大净空非常的棒哈。那因为它可以是安装在这个屋顶，就是在天花板上面。这可以让小朋友在活动的时候不会受到电线的羁绊，而且随着这个电灯开关之后，马上就开始运作。那我想可以让这个密闭空间里面的小朋友，不管是在防疫方面也好，或者空气的品质方面，都有一个保护哈。那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特别感谢议员，也感谢董事长对
德高国小这样的一个照顾，也要谢谢我们陈校长的一个引荐哦。会促成这届的观众，除了感谢议员蔡洪全甲前校长陈茂生的牵线，一方面因为企业的第二代是德高国小的校友，另外为了抛砖引玉，德联陈校长目前担任的复兴国小嘛对咧收费。大成实业预计后礼拜同款的关注2台空气清净机和复兴国小。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立图书馆为了迎接101回生日，互跨过100回图书馆更加创新，特别为12号暗时9点开始，到13号上午推出无断电的图书馆系列活动，邀请民众做伙去阅读、开讲、看电影，替图书馆庆祝生日。台南市立图书馆为了庆祝迈入101回生日，市长黄伟哲特别出席宣传会，历经邀请所有市民甲各地民众拢来参与观庆，见证无同款的图书馆。虽然传统的图书馆因应时代潮流，拢有侪影印的服务，不过看纸本的册质依然是上盖有温度的，所以邀请民众做伙来遮阅读，替图书馆庆祝生日。市立图书馆的这个101岁生日的时候，特别把这个规划了越夜越美丽。希望很多市民朋友们在一天的工作之后，回到家，这个好好休息，洗个澡，然后这个之后呢，来试图来陪事主过生日，然后度过了这个世上不需要倒数，过年的倒数，来这边不需要倒数，但是很快乐的度过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这个共同迎接快乐的9月13日第二天。为了替市立图书馆庆祝生日，文化局嘛特别规划12号暗时到13号拢是无断电的服务，同时提供泡面甲咖啡等宵夜，邀请大家来看册、开讲、看电影。嘛，借机会向市民小解以4卡来作为吉祥物，陪伴大家将阅读用于生活的票选活动。那不断列图书馆呢，我们是让这个有限的空间有无限的可能。那除了阅读之外呢，当天晚上民众可以在那边 K 书 K 一整晚，因为24小时开放。那我们也会有桌游。会有一些的像聊天室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主要我们是让阅读的不同的形式都可以在图书馆发生，用这样的一个有趣的一个方式呢，希望民众都可以到图书馆来，喜欢到图书馆。市立图书馆嘛提醒101年的观庆活动，有兴趣的民众拢需要先上网站报名，届满为止。台南新闻阮志和乔邦采访报道。为了预防长辈失灵，乐活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伫义在里活动中心成立照顾据点，规划各种趣味的课程，和参加社区长辈快乐学习，延缓老化。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长者照顾以及延缓老化、预防失智，是所有人拢爱面对的课题。乐活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成立安平乐活失智据点，规划出健康讲座、保健运动、美术创作等多种预防失灵失智的学习课程，让社区民众免费参加。安平的乐活据点关怀据点是由我们财团法人私立乐活慈善基金会来承接的。那我们呢是从每周1到周5，每一天早上10点到12点，都有失智老人或者是亚健康的老人，他们会从各地来到我们这个据点，然后我们有非常专业的社工来带领他们，每一天都从事不一样的活动，有唱歌，有跳舞，有健康，而且还有一些做文创啊、绘画，所以他们呢每一天在这边会过得更快乐，不会像每一天闷在家里头。所以我们今天就有很多的爷爷奶奶，他们就说觉得来这边他的先生变得更快乐。基金会社工清册又个专业课程，和真侪来参加的社区长辈，拢表示真趣味。为原本无愿意出门，到现在拜1到拜5，每天拢准时来报道。来这拄有这个活动，逐日拢有课程无相像，也有运动，有迄个才艺啦像迄个美劳啦。这美劳我最爱做啊，画图啦，加物件，我拢做兴趣，我拢会带伊来做。牺牲伊的排斥，伊不爱来，
伊要来，伊这拢要来。他们有这个活动的话，他介绍我们来，不然我们是在那个卫生所。后来我就经过他同意带过他来这边，但他来这边虽然没有学到什么，但是我觉得他每天都是很愉快的心情来这边上课。其实我都要陪他来，因为他的依赖性比较重。那公务人员退休之后没有地方可以去，我就想要来这边认识一些朋友那样。他就每天就这样开开心心这样。只要是年满65岁以上，对着预防失智、延缓老化等议题有兴趣的民众，欢迎联络乐活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也就是前往安平区义在里活动中心的乐活失智据点，了解课程内容。乐活基金会上盖赞。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风花树头尾。以音乐阅读文字，以乐曲串联生命。透过台南爱读册欣赏台湾文学，享受听觉带来的阅读飨宴。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将伫10月份登场的2020南洋国际民俗艺术节，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无法度邀请国外团队，所以文化局将今年的活动改成台湾演艺，邀请国内精彩传统艺术团队，将伫个中秋连续假期来做演出。为伫疫情相对无遐尼紧张的时，向世界传达台湾以艺术所呈现的生命力。南洋国际民俗艺术节的记者会现场，特别邀请10月1号开幕拍头阵的台湾豫剧团来演出钟馗出鞘。虽然只有短短2分外钟，不过加因的装扮拢是要开几啊点钟才会当完美呈现的。大家都知道，越在地越国际化。我们很多的传统艺术的表演，包括义政，包括我们的越剧团，其实到国外都非常的获得肯定跟赞誉。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把大家通通都邀请来。第一天传艺之夜，那我们就邀请越剧团还有武林剧场一起来做演出。武林剧场的扯铃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有名，享誉国际。那我们这一次也邀请他们一起来做演出。已经有25档历史的南洋国际民俗艺术节，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国外团体无法度来，只好延后一档。不过市长为了让民众同款能感受精彩传统艺术，才思考成以国内版本向中央一个争取，并且合作台湾演艺。但基本上在下半年，台南是有非常多的艺文盛事。有非常多的活动，我们也希望说各位好朋友、市民朋友们，我们不是早餐没吃，通通集中到午餐、晚餐吃，我们是真的要丰富我们的整个的艺文生活，可以让许多好朋友，一起来参与，一起来领赏。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台南市有这么多丰富的艺文跟人文的关怀，也希望市民朋友们一起来，不管你喜欢哪一个方向。不管你喜欢哪个面向，都是不管你喜欢是中餐，不管你喜欢是西餐，台南文化飨宴都是最丰富的。虽然是台湾版，不过人讲愈在地愈国际，邀请民众10月1号到4号的中秋连续假期，拢来南营绿都星看有艺阵、有原住民，佮有特技的精彩表演。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
台南在地画家吴金元老师，专长是油画甲水彩。到一退休以后，专心伫个艺术创作。伫个文化局的邀请之下，现在来到台南文化中心举办伊的个人展览，透过镜头带大家做伙来欣赏。即届伫文化中心所展示的画作，拢是台南出身的吴金元老师的作品，拢伫台南教册的吴老师。作品当中有真侪拢是台南的风景甲人物。老师喜爱使用油画甲水彩来创作。伫欣赏老师的作品的时阵，会使发现除了写实以外，也佫有用色丰富甲超现实中无同的风格，拢被吴金元老师运用家己的手法，创造出充满个人风格的画作。这一次吴金元老师，他是新乡画会的创始艺术家，也是台南非常资深的画家。那他一辈子70几岁了，所做的画作呢，这次在文化中心做一个个展。那他的师承是李梅树、廖继春、陈景荣这些老师，还有刘平衡是他的导师。那他的作品里面涵盖了写实的风格，以及有一些现代化的概念跟比较抽象化的一个形式表现主义的东西。那他是很感性的艺术家，他随处看到都会融合，所以很难看得出来在哪一个时段画怎样，他会互相融合。来参观吴老师的画呢，可以感受到相当热情的色彩，以及对台南的一种感情。尤其他在描绘家人的时候，都让我们深受感动。现场展览的画作当中，上吸引人的就是这个600号的大型作品，但是会使看到这个作品欠缺了一部分。这是因为老师将迄个部分送给当初来家中拜访的学生，这也成为一个特别的画面。这一次也包含了他在台南地区教书的历程，里面有一些作品是他在南昌时候、长荣时候的绘画的作品。那其中有一幅600号的作品，中间缺了一张，是因为那个学生他到家里访问，他就把那一张送给他了，所以目前就是有少了一件。那一件在74年的时候到南商所画出来的作品。这届老师也特别准备了100油画的作品，要送给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来收藏。这个吴金元画展将会展出到9月20号，伫文化中心的文物陈列馆。喜爱油画也就是水彩创作的民众，嘛会使来欣赏老师充满个人风格的作品。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之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分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9月1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